讲名字，叫我名字啊！这样，真的不要动！阿萨夫呼叫，主权第二线控制了。李姓男子为桃园市某黑帮分子，平日以经营公庙正头作为掩护，大量吸收中辍生未成年人加入黑帮组织，以壮大声势。本分局在去年12月接获报案，李姓嫌犯因不满被害人与其旗下小弟有口角纠纷，竟率帮众前往被害人住家寻仇，因被害人不在家，愤而对其住家施放炮竹后逃逸。事后又因不满被害人报警处理，竟再次率众持刀棍等物砸毁被害人住家大门，并威胁被害人撤告。另外，李嫌因不满帮众欲脱离该黑帮组织，竟率旗下成员对该名被害人实施殴打、恐吓取财等暴力行为，恶行重大。经本分局报请桃园地检署指挥侦办，于搜证完备后，在7日凌晨，兵分多路于桃园市、八德、龟山以及桃园等地区同步执行拘提及搜索，共计查获李嫌及其旗下成员等14人，并查扣自制的鲨鱼剑、狼牙棒以及电击棒、甩棍、球棒、公庙制服等物。全案经询问后，依违反组织犯罪防治条例、恐吓取财、妨害秩序、妨害自由及伤害等罪嫌，移送桃园地检署侦办。